傳說中的千年不滅龍。有一日，初生嘅小海馬喺海度游嚟游去，突然間見到一個形態古怪嘅白色嘢，小海馬就好好奇咁，慢慢游近啲睇清楚，之後就膽粗粗咁問佢：你係咩嘢嚟㗎？嗰個古怪嘢就好型咁答：我係龍。過咗100年，小海馬已經變成大海馬。有一日，大海馬又喺海度游嚟游去，點知又撞見100年前嗰條龍。大海馬覺得怪怪地，就走埋去問佢：點解你仲係咁細隻？100年嚟你一啲都冇長大呢？嗰條龍好淡定咁講：因為我係寶麗龍，即係廣東話嘅發泡膠。哈哈哈！大家都記住要一齊愛護地球啦！